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今仔日要问一个足趣味的问题吼，就是因数甲倍数的关系。好，大家看卖啊，这6条题目：零敢是零的因数？零敢是零的倍数？一敢是零的因数？零敢是一个倍数？零敢是一个因数？一敢是零的倍数？好，这6个问题，这6条问题吼，大家小想一下。好，大家会使先试暂停。好，我念起来公布答案。好，这6条大家应该拢有家己的答案吼。毋过咧公布答案之前吼，我先甲大家介绍因数甲倍数的定义。吼，因为定义足重要。凡是等下我定义讲煞了后，我的确有无共款的答案吼。所以我来介绍讲，什么是因数，什么是倍数，因的关系到底是啥？好，开始吼。我举一个例就好，譬如讲91分互7，会使得到13。好，这个13是一个整数，就代表讲91会使互7交分。好，91会使互7交分。这个时阵就会使讲7就是91的因数，91就是7的倍数。这个关系，所以因数甲倍数安怎处理？真简单，分就好。好，分就好。好，我搁举一个例吼，譬如讲要问讲30敢是5的倍数，还是讲5敢是30的因数？安怎处理？真简单，我都甲30分互5，这个时阵得到6。同款6是整数，代表讲30会使互5交分，所以这个时阵30就是5的倍数。同款5就是30的因数，同款用分就好。好，用分就好。所以即马有这个定义、这个概念了后，大家小想看卖，这6条题目，倒一个是正确，倒一个是毋对的？开始，会使试暂停。好，答案就是毋对，毋对，对，对，毋对，安尼。好，这6条拢正确的，拢对的，举手。恭喜恭喜恭喜 ！OK 哦。好，我一条一条来解说吼。先看头前2条吼。好，零甲零的关系真简单嘛，就甲0分互0就好啊。毋过0分互0，若是用分数来写，就是0分的0分安尼0对0分的0分。OK， 0分的0分，你看哦，若是写出分数，分母若是0，歹势，无意义啦。所以安尼是无意义的，吼。所以0就毋是0的倍数，共款0就毋是0的因数。好，我来看第2趴吼，1敢是0的因数，0敢是1的倍数？真简单，我都甲0分互1就好，0分互1就好。安尼若是用分数来写，就是
一份的灵魂。好，安尼答案就是灵，是有意义的，代表讲灵会使互一交分。这个时阵就会使讲灵是一个倍数，一就是灵的因素。安尼，好，这是第二趴。过来第三趴，问讲零敢是一个因素，一敢是零的倍数。好，同款，我都甲一分互零。好，若是用分数来写，就是零分的一分，同款嘛。分母是零，安尼是无意义的，吼，无意义的，所以这两条拢毋对。零就毋是一个倍数，歹势，零就毋是一个因数，一就毋是零的倍数，安尼。好，这就是因数甲倍数的观念啦。好，因为开始读高中了后，观念是足重要的，定义是足重要的。好，这一定要知影。若是定义了解，像即款足复杂的问题，就无啥物问题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好，再会，再会。3加32领3扣，3减32领扣3，扣加扣，真正2领扣，扣减扣，无扣，搁脱2领3。